嘛，东罗马。是哦，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老师拄仔你讲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有人认为是东罗马对无？老师遐有回应。好，所以呢，毋知影观众朋友你知影答案无？嘿嘿，毋过若有看到迄个咱的全世界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。是。这真正毋知呢，真正吼，无你真少研究哦。而且即个国家真可怜，咱会咱看觅啊，为虾米遮会可怜？即阵我伫后壁即个吼，足水诶，对无？因个真，即个，迄条溪，即条溪两边就是两个国啦，一边是土耳其，一边是亚美尼亚。所以跳过就会使啊。哈，跳过哦！你看，安尼直接安尼跳过，我着去别个国家，这有厉害哦。看阮遮一个多瑙河嘛是安尼嘞吼，跳过就是奥地利啊，即边啊，一个国家。所以真趣味诶一个国家。但是袂当跳诶哦。伊袂当跳啊。因为等会知影吼，因为因看迄个边仔即个土耳其是啥物世仇的对。是古早到即阵拢是元首人。元首人有元首人遮尔济百当诶无啊吼。即个是一个听讲，即个是上早诶方舟，听讲伫即个附近诶吼。迄个挪亚方舟。亚那拉山就是空起来红红迄个中心啦。空起来迄个所在是亚美尼亚诶本地因诶土地啦。所以亚那拉山就是因诶中心啦，就是因诶圣山，因有伊有五千几公尺。5000几公尺吼，足悬诶呢，比咱台湾比台湾诶玉山较悬，玉山甲3952吧。才3900几，伊遮有5000几较悬。即个山听讲哪啊诶方舟吼，哪啊诶方舟有哪停伫顶悬。是。而且迄阵3000当前就已经上早会当知影要安怎用即个。对，亚美尼亚诶人，就是亚美尼亚人住伫遮附近拢是因诶。空起来拢是嘛吼。伊住伫遮，因上大声会晓用迄个重诶器具，个会晓种批地，批地安怎种，安怎做酒，因大声拢会晓。咱要讲即地本地有足侪历史，有足侪人类诶文化伫内面，拢值得咱去看，咱去想。甲人生会了解历史真有意义啦。毋过要讲遮历史一定爱先了解亚美尼亚。亚美尼亚你知影？因为伊较早即个所在看到古迹，拢是亚美尼亚诶啦，因迄阵留落来诶文化历史，差不多拢是。后来伫北边诶土耳其遐，就是讲突厥人突厥，咱有一个外蒙古嘛蒙古人突厥人拢过来。后来因叫做什么鄂图曼土耳其的塞尔柱土耳其，迄种突厥人过来，拢迄个骑马过来，足够小派迄款啦。是。所以咱即摆来讲迄个亚美尼亚诶历史，看因对啊，有人会记咧圣经内面有讲到即两个人无？巴多罗买大开，较少人讲吼。耶稣学生内底即两个上界无出名，就讲伊无爱上界安尼默苦干诶两个人啦。咱前个有讲着巴多罗买嘛，伫迄个德国诶国王府诶时就有讲过。甲达泰你看巴多罗买甲达泰两个人，即两个是耶稣学生，12个学生中间诶两个。但是真少人知，
因为因拢安尼点点啊做即款，所以因就安尼点点啊去到印度啦，去到即亚美尼亚遮啦团队，因为咱知影耶稣毋是顶十字架以后嘛，就拢分散，分散足侪人，佫刷落，足侪人要迫害基督徒，就讲你想以色列遐教。遐宗教的头人，就是讲这是头啦，什么话，全部拢要掠迄个基督徒。来，佮罗马帝国迄阵有足侪皇帝，共款，伊若做有啥物歹代志，拢杀互伊。若要创啥，就掠基督徒来修理，来拄笑，来点火倒，来互西啊食，安尼逐个人看咧欢喜。是毋是拢互人欺负？一直到差不多300年以后，亚美尼亚开始去教堂，伊个基督徒啊，因为足侪伫以色列互人迫害基督徒，是毋是拢爱走来北边？因为往南边走对埃及去嘛因讲话较袂通，迄阵因的人拢讲阿兰话，阿兰话甲北边会通，就是甲是目前的咱咧讲的亚美尼亚遮啦，较接近啦，所以因的上届大圣保罗嘛是来遮，咱以后会讲到保罗大圣团队里就是拢来遮。这个所在就变成基督教的中心，所以咱看亚美尼亚就知影讲基督教安怎发展，甲伊所留落来基督教文化，咱值得通去学习，通去看，毋通甲这个国家袂记咧，因为这国家伊伫咧是有对全部的历史是足大的作用啦。等于讲伊有一个国王就是甲基督教变做国教，对无？所以伊第一个国王，伊一个宣教士叫做因为大圣有耶稣学生巴多罗买甲达泰来团队以后，后来佫有一个宣教士团队士来，伊接受耶稣的道理，叫做 Gregory，即个咱就足侪天主教拢用即个名Gregory 什么格雷格利伊就受就伫遐感化一个国王，迄个国王呢，就设立讲做基督徒，就甲国家改做基督教的国家，就是安尼，所以变成第一个国家。所以有观众朋友知影答案无？301年300当300，就是耶稣出世第一年嘛对无？就是讲耶稣定死十字架以后，差不多200当啦。所以就是讲，开始伫遐讲，因全国拢是信耶稣，迄阵基督教抑个受足侪国家的迫害抑个有的人抑个毋敢明显的来讲，伊就已经宣布啊。伊就讲安尼这是足有勇气的你看即个国家听讲顶礼拜咱有讲着对无？这无草可以让食甲足欢喜的，佫足贵。对，遮牛了，因为秋天草就拢打去打去我好看因的景色就讲牛啦、羊啦，其实拢食打的草就会使，无一定讲爱足青翠的草啦，无一定。迄打草若食甲拢足肥的。是因个河水足奇怪，拢迄个色，伊就是迄个色的。是，所以讲，而且因遮有一个做特别的，就是遮个字，为虾米要特别介绍遮个字啊？因有一个宣教师一个算做修道士因拢有修道院嘛，修道院就是有一寡修士修士。创啥？伊创造文字伊甲即个文字创造出来，成做因的文字。因有文字以后，因就会当甲圣经翻译出来。圣经写出来，逐个人会当看。所以亚美尼亚人虽然讲
真善香，毋过因无文盲，无一个讲毋捌字啦。因为因迄字吼简单学，咱看得诚困难，其实对因来讲，伊感觉真简单学。有那是因本地咧讲诶话，啊，用因每一个字尾有一个音，用迄个音甲斗起来就是啊，所以真好学。所以因诶文学啦，因诶诗歌啦，拢甲世界无共款。你听因诶歌吼，迄款我发现拢回音足大。就讲因咧唱教会诶歌仔时吼，迄个回音足好听诶。若有机会哦，你听亚美尼亚诶歌。老师有录着无？老师有啦有啦，有哪有啦吼。有录着，后后礼拜互大家听看卖安尼。所以伊拢讲因家己是书道诶教会，因是因诶书道，就是书道伫遐建立诶。所以咱若看着即个句诶时，咱会想着创世纪有讲着牛甲因为咱拄则讲亚美尼亚，其实就是伊甸园诶所在啦。你讲爱甸园吼，对，就是伫亚美尼亚啦，就是古早亚美尼亚啦。古早。古早咱知影一块土地是生做安怎诶？一块土地吼，迄牛甲熊会当生甲食，做伙食啦，做伙食草。因诶囝生甲倒伫草仔埔狮要食草，亲像牛，就是讲迄狮仔袂食人，袂共家啦，因拢是食草诶。食奶诶囡仔，佫会当家己诶手放伫毒蛇诶空口，拢袂要紧，拢袂甲咬。伫我诶圣山遍地，的确无损伤，无陷害。就是讲爱甸园诶时代是安尼，将来也要搁安尼啦。迄个新诶爱甸园也是安尼哦，拢就是安尼，世界就是安尼。有新鲜诶，毋是像今仔日啦，毋过咱创世纪咱去看下，因为人选择，这是人诶选择哦。你会使选择听上帝话，你嘛会使选择莫听。你若莫听，你家己迄落赶到人食。你若要听，就像顶悬安尼，连狮仔都袂甲你教。袂歹，土蛇拢无代志。什么人要选择安尼？上帝叫伊家己选。人就选，你看选了以后变安那？创世纪3章19节讲，你要汗流满面，才通得到食。到你归土，因为你是对土摕出来，你本是土粉，也要归伫土粉。就每一个人生出来，就是拢准备爱死去啊。归伫土粉，迄是后来人诶选择，伊无显示审判也毋是互你刑罚咯，拢毋是，是你诶选择。甲你讲因为迄阵有讲清楚，你创世纪也看就知讲，你选择听上帝诶话，你就住伫爱甸园真好。你若选择食迄丛上帝叫你毋通食诶迄丛树啊，分别善恶诶。你莫食就好啊！你若食诶日，你就死，你就爱死。结果伊食死就来到人诶中间，人就必定爱死啦。我知老师就是讲吼，你会当选择离家出走，对无？你嘛会当选留伫厝里，留伫厝里就好食好物，啥物好康拢有安尼。若离家出走，可能管袂着啊吼。你就家己，所以讲你家己选择。是安尼。所以咱即摆个家己选择哦，我要选择耶稣做我诶中保。伊要因为伊伫十字架无罪代替有罪来死，我投靠伊就要赦免我诶罪，我诶罪就因为十字架顶来拄效啦，无罪代价就是爱死啊！伊无罪人代替你死，算毋是算做拄效，拄迄个我犯罪效。我就会当因为耶稣，互我得救，互我正做过我，就是安尼。当因为我
这有哪这个问题有哪会家己选咯？你若选无爱接受，迄是你要选的啊！我要选择接受吼，我要。对哦，有人要有人要选，选有人要选无爱我，迄是你的代志啊！安尼真可惜啦吼。所以传福音就是讲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处理对。好消息，好康的哦，爱互恁知。好，来即个国家嘛足可怜。亚美尼亚吼，为什么特别爱讲伊咧？因为看亚美尼亚是有时愈看，迄个感情哦愈大啦，愈感觉讲我需要去亚美尼亚呢。1915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屠杀是安怎原因呢？是因为土耳其嘛吼，伊个土地互土耳其占去啊，土耳其当然爱甲亚美尼亚人赶出去，因为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是绝对无爱迄个基督教的。亚美尼亚人的信基督教，伊无爱转变。可以信别项，安尼免啊，就见恁等于恁兜，就讲恁，因为你这个土地归阮的啊，恁等于恁迄个细地亚美尼亚，要安怎叫因等于，叫因往行的等于，往行的无互因物件食，行的半路就拢死到要了啊！有个囡仔。有囡仔啦，有迄个查人啦吼，若甲用的行会到，就互拢差不多拢互人欺负啦。所以死真侪人，迄阵咧台人拢无咧看，迄阵咱知影迄个游牧民族吼，迄台人拢一届几千人、几万人安尼台。因拢无感觉讲安那像咧台猪台羊安尼尔，无感觉是人，所以伫咧咱后礼拜要讲到迄个阿尼来讲吼，讲受害的时阵，讲迄街路的人吼，拢迄死人拢排甲要满啦。有一个记者讲伊想要行过，无踏过人佫袂使，就迄条路拢互死人铺满，你若无踏过，就袂当过啦。意思是安尼啊。那个在因这个屠杀吼，历史内底有记载，你会当去找去看吼，知影讲迄个原因。有，较少人讲到这吼，大部分拢知影犹太人去防台吼。犹太人伊外遮有哪会防台较足惨诶，拢要甲伊灭国安尼。伊独立个来，咱来看亚美尼亚。因诶十二个甲人无共，你看因十二个啊，因诶所有诶建筑，因诶十二个差不多拢即个型，拢后壁吼尾啊遐个铁开，为什么也安尼？可能爱去问因家己较知影，结果迄个毋知。对哦，会当甲阮讲哦吼，所以因伫足侪震惊啊吼。因迄个土地吼，因大诶一块叫做阿尼，一块土地本地是因诶吼。拢总有几个人入来，波斯有入来，阿拉伯有入来，就拢因诶政府有来甲因霸占过，甲因统治过。塞尔柱就是突厥啦，突厥人吼，突厥一个国王叫塞尔柱，所以咱后来伊伫土耳其啊嘛，叫塞尔柱土耳其，后来佫有奥斯曼土耳其，原来是一个国王的名。上惨的就是蒙古入来上惨啦，因为迄阵吼蒙古有一个叫做铁木真，就是成吉思汗啦，伊吼因为伊一个有派一个人来甲这边住伫这边，毋是亚美尼亚啦，就叫一个小国，要甲伊谈判什么物件，我毋知。总是伊来，互人杀死。即声伊就足受气。迄个咱知影蒙古迄个开国，迄个就是铁木真嘛，咱话叫做成吉思汗嘛。伊毋是甲全个中国拢食起来，所以中国有哪败伫蒙古。
哦，伊捌甲中国灭亡嘛，中国拢无讲一段吼。蒙古呢来伫遮，来伫遮，然后呢，因来的目的毋是要占土地啦，因为蒙古的人的土地足济，伊无需要，伊来为着要报仇啦，讲你杀死我的派出来的大帅好。我就互你死甲足歹看，甲所有的人拢杀死，甲所有的厝拢放火烧，这鸡仔鸟掠甲无半只就对啊，总少，迄个蒙古。对哦，咱今仔日讲的拢是概论尔，就是讲以后老师会继续吼，先了解阿美尼亚这个国家吼，咱以后来一项来看。慢慢讲，对，你就知影讲。教堂嘛，都是。对啦，有足济故事通去讲，通去听。咱会让看到，这咱想无啥物人的所在吼。这较早是足济人的哦，较早这是带几十万的人伫这个。想袂到的呢吼。这个城市，即摆拢成叫做废墟啦。就是废墟，对。爱保留的废墟啦，就是讲联合国毋是有一个叫做什么文化的资产，袂使甲伊破坏。这联合国甲伊保存起来啊吼。无即文可能就看无即个所在。有一届土耳其的一个皇帝讲，拢食的物件拢要甲除掉，拢要甲清去啦。好甲再留咧。无，咱拢看无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吼，毋管人要甲伊杀死吼，拢不要紧，伊就是要信，伊就是信耶稣啦，就是安尼。咱看即摆有90%的人拢抑个是阿美尼亚，拢是基督徒。你甲看，这是足无简单的哦。安怎讲呢？迄个足大的国家甲伊包起来，足大的国家拢是信伊斯兰的。你看土耳其也是啊，个伊朗嘛，甲伊伫南边的伊朗甲包起来，伊嘛是同款的，拢是穆斯林哦，拢是伊斯兰教。干那伊一个小小的国家是基督教，安尼是毋是会互欺负？对哦，但是不要紧，迄个上帝甲因保护对无？即个山地拄仔老师讲的5000几公尺的，即个阿拉山，我咧翕的是拄仔有云甲伊炸的，真趣味，逐位拢无云哦，干那即个山头有云。这真好笑的吼，真好耍啊！吼，咱想的是上帝甲摩西的讲话。地顶无啊呢。咱想的摩西对无？去山顶向上帝咧讲话迄个。伊就用云甲伊搭伫遮。是好，所以观众朋友，你知影袂？世界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倒一个？就是亚美尼亚，先了解这个国家。是，所以真欢喜。咱会当熟悉吼，这第一个国家哦，你们出去别人较知影，基督徒吼，通人无啥人知影历史啊吼，都有2个使徒，迄伫对吼，会当去找看觅因的故事吼。因伫马可福音第3章，你找到找到这2个学生，一个巴多罗买甲达泰。是，好，安尼嘛真多谢今仔日来观众诶，有甲咱留言问美秋、明辉、美华姊妹吼，个咱诶观众朋友就多谢恁诶捧场，后礼拜个共款诶时间哦。继续，就是老师嘛是佫会讲到，拄则讲的迄个什物阿尼，阿尼，迄个城市，迄个城市哦，共款时间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爱去甲家己饲一个赞，因为咱拢是选择要来享受的人对吧？家己选啊，你要选择啥？所以毋通选毋对。享受的人，好，对，好，多谢，后礼拜再会，大家平安。